英国举办邮局买台的听证会，这是因为伫1999年到2015年期间，邮局的柜台系统过优，所以有900个员工去互人控告侵占公款。即马厂商是出面来回释的，嘛表示讲会赔偿大家。总部伫咧日本东京的富士通是全世界上大资讯科技服务供应商之一，年营业额差不多290亿美金。英国政府的机构，亲像是内政部、外交部，抑个环境部的资讯处理系统，拢是用富士通的产品。英国邮政局伫1999年开始采用富士通的电脑会计系统地平线。了后，全国11500邮局分支出现小无有欠的问题。迄当阵的管理层认定电脑系统未出问题，所以起诉900位邮局分支的经理盗窃、诈骗、加做假小等罪名。一个人有的人被罚款，有的人被掠机关，有人因此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甚至有4个人自杀。每项代志调查发现，拢是电脑系统出问题所造成。2016年，受害者对邮局提出诉讼。2019年实现和解赔偿方案。到即马有2700多位前任或者是现任的邮局主管得到赔偿，不过有人认为安尼还阁无够。We are fighting a war against an enemy owned by the British government, while we're just skint little people. 这件英国司法史上上大冤枉案，邮局挑文事件，经过 ITV 改编成这影集，今年元旦播出了，引起社会注意。如果有更加侪受害者出面，要求当局爱全面清查追究责任。迄当阵的邮政局长冯内尔斯也被迫放弃伊私人的勋章。富士通欧洲部门负责人昨日伫商业加贸易委员会听证会，再一遍向受害者道歉，并且讲因有道德义务向受害者进行赔偿。We did have bugs and errors in the system, and we did help the post office in their prosecutions of the sub-postmasters. For that, we are truly sorry. My gut feel on this, having looked at lots of paperwork over the years, is, how much did Post Office really know in the early days, and how much did government really know in the early days about what was happening at Fujitsu? And I think everyone's going to be surprised about how much was known. 邮政局执行长李德伫听证会讲，邮局的资讯处理到即马也是用富士通的系统，也毋过是新一代软体。25年来已经过时，体积伤大伤旧。伊讲会将这道地平线系统换掉。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